港股今年又年內新低啊，恒指又係咁，恒科又係咁。冇話啲財經博主啊，一個二個喺度之前咁啊，鳩吹港股。你話洪浩都出嚟，舊年話咩啊？恒指3萬點啊，仲嚟呢個咩港股其實未有跌，係咁喺。咁呢條視頻咧唔廢話，我哋講下港股如果出現啲咩信號，係真係有可能令到大家有解套嘅機會啊！港股係非常之跟經濟基本面嘅，港股嘅行情係咁嘅樣，其實就係一個對經濟嘅真實反應，因為佢係冇國家隊喺入邊噶嘛。咁唔知大家有冇關注金融數據啊？4月份嗰陣時又比較核突，5月份咧都唔係咁好睇。如果你睇到咩時候願意同啲中年人減輕下負擔、減下稅，呢個時候咧港股係有轉機啊！因為我哋依家呢個經濟周期其實就係應該減稅去刺激嘅一個周期，但係點講咧？你如果話睇到，尤其是係好似喺啲經濟咁困難嘅時候，如果仲有人係願意同你做貢獻出嚟打工、生細路生2、3個，跟住又願意同你去買樓啊、孭房貸啊，咁呢啲人真係對國家非常之有貢獻啦，應該幫呢一部分人咧去減負，幫佢哋減輕下負擔，俾啲真正嘅優惠俾到佢哋但係咧，如果係一個應該去做財政刺激嘅週期，你仲不斷喺度緊縮嘅話，咁有排跌啦。呢度嘅邏輯其實好簡單嘅，即係財政嘅收入咧，佢係叫一個稅基再去乘以一個稅率你如果你減低個稅率，係咪你一定就會收稅收少咗咧？從經濟學嚟講係唔一定嘅。你減低咗呢個稅率，咁大家手頭嘅錢多咗之後，更加願意去消費去買各種嘅產品咁嗰啲買呢啲商品嘅企業利潤咪多咗咯？呢啲企業利潤多咗，佢哋交嘅稅咪多咗咯？即係相當於成個社會就有增量你明唔明？你嘅稅基就會變大，你嘅稅率向下，但係稅基向上嘅話，呢兩個部分有可能會抵消，甚至乎稅基向上嗰部分咧會更加勁啲港股係咁噶啦。